学易经的时候，你看也会有歌曲，然后调记那个一般的流行歌曲。现在要搜寻了，练习学习可以参考使用。这个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在自己 YouTube 频道发布贴文，然后就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按第15项。闽江夜曲，这个就歌唱影片的目录了，歌唱影片的资料库目录，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可以加入播放清